这7年来你是去倒位啊？我咧想办法，回来你的身边。你哪会知影我做话？你真正啥物拢袂记哩啊？我一直拢伫遮，你是安怎无爱回来？你假鬼假怪假做杜凯威，到底有啥物记录？我是杜凯威。你是不是感觉他很像一个老朋友？老朋友，你去甲头家讲我无爱现场啊，我常常感觉你甲伊就共的。你无认到人，是我。你相不相信灵魂附体？你到底到底是啥？